台湾的生育率是全球上低，去年呢虽然是2年，也毋过在新生儿的人数煞敢若13万外，是创新低纪录。立法院卫权委员会找卫福部甲国发会来进行专案报告。在野党立委就批评讲，咱的政府呢针对少子化是敢若画口号尔尔，参日本、韩国相比，咱的因应的政策有影是伤烂啊。 现此时，台湾的生育率也是增加，就算去年是2年，红婴仔出世的人数嘛，敢若13万5千人，创下历史上低。根据国发会预估，到2070年，红婴仔出世的人数会敢若剩5万4千人，比2024年减少6成，可能会加做国安的危机。在野党的立委批评讲，政府针对少子化的问题，欠缺下部会专职单位，而且甲附近的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等的国家来比，因为要提高生育率，大力推动婚育公共主体、租金补贴等等的政策，咱国在这方面相对要做了不够。釜山他们提供了1万套，你生育1名子女20年免费住房的补贴，生育2名子女终身免费住房。 我们是提高就诚如刚刚我们处长刚所说，现在是提高到一个是由政委他来做整个统合。另外，嘛有立委指出，囡仔生了少，嘛无得到好的照顾。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2017年到2024年，全国早疗通报的个案，8年来拢总通报25万3千多例。不过，早疗量能煞是根本无够，累计有超过22万的囡仔错过黄金的治疗期，恐惊会影响后一代的教育甲就业，增加社会成本。要求卫福部都要增加早疗相关的资源。家长带着疑虑去通报，然后等待，平均要等待2、3年才进得去早疗体系耶。 筛检的部分，我们现在目前也全力在推动跟一些医院他们的门诊，还包括幼儿园那边来赶快来做这个整个时间的缩短。卫福部强调讲，咱国少子化的原因甲对策真复杂，牵连劳动、教育甲经济等等多面向。目前由政府委员陈时中负责督导少子化政策的方向。另外，嘛已经建议儿童托育服务法，环保行政院审查当中，希望这个会期会当上立法院审议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